48岁混血女神钟丽缇1993年因为到香港参选国际华裔小姐得到冠军入行，曾参演过多部电影，包括《第六感奇缘之人鱼传说》、《破坏之王》，都因她美艳动人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。钟丽缇育有3女，大女儿 Yasmin 张敏君今年已21岁。日前，她的照片在上曝光。Yasmin 拥有如洋娃娃的甜美脸蛋和木瓜及好乳的傲人身材，可说完美传承妈妈的美丽基因。Yasmin 张敏君是钟丽缇和第一任外籍汪 Glen Ross 所生。2016年，钟丽缇再嫁第3任丈夫张伦硕，两人结婚1周年之际，钟丽缇决定让3名女儿改跟张伦硕姓。Yasmin 这个月刚过21岁生日，近来她的照片也在上疯传。仔细看看 ，Yasmin 拥有一张和妈妈一样混血的绝美脸蛋，不仅五官神似钟丽缇，其中一张她穿着白色深 V 人鱼礼服的照片，胸前挖空露出木瓜及好乳，傲人身材似也完美遗传到母亲。Yasmin 和妈妈感情很好，母女俩经常在上晒出两人合照。据悉，先前钟丽缇想为张伦硕拼第4拍，尝试做试管婴儿，却传出 Yasmin 极力反对。钟丽缇当时解释：“我的老大比较担心妈妈，但是我觉得人生要开心，要挑战，大家庭会更热闹。”